华视在地新闻上新的消息，到伫拄正3点外，宜兰打溪有一台南仔空车冲撞到警察局，消防人员到场出现到重机具抢救送病院。一声砰一声，然后就看到混凝土车横倒在路中央，现场那边撞到围墙，然后倒在中央。 这台南仔空车可能是伫咧等月的时阵驶了伤紧，转来并车弄到警察局的枪位啊，互附近的民众话要惊死。这个南仔空车的车头嘛弄甲密密麻麻，规涂骹拢是水泥阿妈土。消防人员到场出动着破坏的器材，顺利来救出着掉伫车顶的驾驶，甲送病院来抢救。那这车祸的原因，警方也搁咧调查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